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掩硬台语安尼写掩硬。掩硬有两种的意思，第一种是坚强、坚强，是迄种不管安怎困难，拢会当承担的坚强。有一句话讲：女人弱也，为母则强。柔弱的查某人做妈妈了后，变甲真掩硬，因为母爱的天性。女人生囝做人的老母了后，定定会发挥予人意想未到的生命力。带对面的太太，翁婿已经过身，大家破病，囡仔还阁细汉，拢是靠伊趁钱维持家庭，是一个真掩硬的女性。身体硬朗，身体强健，嘛会当讲是掩硬。李长伯80外，还真掩硬，伫个里内看头看尾，为乡亲服务。掩硬嘛会当形容红颜仔骨骼生做好。阿公学老伊的金孙才3、4个月大，就生甲真掩硬。掩硬嘛会当讲硬叉，硬叉同款有坚强甲勇敢的意思。老阿婆有够硬叉，单仓卖菜，请3个孙仔。老阿伯80岁还真硬叉，错得尾孙未输少年人。今仔日的台语字硬叉、掩硬，实在真趣味。